明华园总团演出的《剑神吕洞宾》，将大家所知影八仙传奇的故事改编为魔幻大戏，同时要来有助国境兴奋流水，国家风调雨顺。以前若办喜事，上欢喜的就是爱请三平大戏啊。这大戏就是歌戏，歌戏是台湾的文化宝贝。 所以用台湾的文化宝贝来庆祝咱国家上大的代志，520总统、副总统就职典礼，安尼就对啊啦，非常圆满。由安平四大宫庙所发起的，邀请台湾三大歌戏团、秀琴国剧团、唐美云歌戏团以及明华园戏剧总团，5月17到19，要伫咧林母娘公园连续演出大戏，为总统就职庆典献上祝福。 17、18、19 3天，我们特别请台南安平4大宫庙来邀请了我们3大歌仔戏团，包括这个秀琴歌仔戏团、唐美云歌仔戏团以及我们明华园歌仔戏团，那个3大歌仔戏团来演出历史名剧，而且是一个喜庆的这个名剧，能够让我们 安平的好朋友，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们，以及所有的国人同胞，一起来普天同庆，共同这个替我们总统、副总统来高兴一下，尤其为我们国家祈福。除了要演出大戏，现场嘛有举办喜事集，号召台南22间知名美食店家聚集做伙，再互大家美食飨宴。 拄国宴啊，拄伫咱安平班，安平班可能咱安平人无法同去参加国宴，无法同参加国宴，嘛来食一个国宴小吃国宴就对啦吼。所以阮四间吼就讲安尼吼，俺代表安平人吼，所以吼嘛就要来发一寡这个研流券，发一个研流券互大家来参加着咱的国宴小吃，好唔好？好。 除了希望借由宗教甲传统文化的力量，为总统就职庆典献上祝福，嘛热情邀请市民大众做伙来到安平看大戏、踅市集、吃美食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